阿么云南嘛是说头的事呀，马地头这里头这啥事怪比这第次过去，然后他妈的也是把家个呀，过怪比李是连嘛离去提多瓜直接咯，他妈的路票卡票瓜点嘛，所以我手里呢一得花钱咯，也说呀李怪比杜拉是所做所买的木干呀，一瓦的水产呢。一瓦瓜嘛，那手撇手的学到理着咯。米也得，出配不呀，也说的那是推广那理智啊是米哟。卡瓜咋都无啥意思那嘛，所做的即是别咯。也说那一瓦这么子，农瓦里一瓦的个啥别咯，一瓦里一的我农呀推广爸爸我偏比我日嘛里抓咯。别咯，伊里姑妈我的这个嘞别咯，伊呀所做的模特，是瓜你那嘛，出发个是爸爸我偏比我日嘛，若大是呢，莫瓜老是我就个呀，爸爸还是就偏不的个是呢，所做的不个是咯，过来呀，一娃阿姐说咋不离开呢？这俩嘛，一喝一米，真人no可拍比，古些么咯？咋说呀？咋么在比？咋弄咋嘛？说出把在里，我都如此做咯。阿么有个么嘢，我少多许多怪比我咯。